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 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 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你的轨道，脚脚乌仔，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 猪脚吞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大魂。 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是在我心梦时。三来黑白舞，做伙嘟嘟嘟，Everybody 嘟嘟嘟嘟，专心了路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总心坚强免搁受伤济。 袂停，更多世态，伊是比较看待，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出来，千百年间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黛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黛蒂。天空降下的，波波风过的，身边只存你一千个赞的，看你准备是我的最爱。 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 幸福快乐，做味托算好。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 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 踮伫咱的梦
猪脚吞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春风，多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顶门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多。袂停，更高世态，伊设计超看待，刀光剑来，无三通叫我出来，千百二天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空降水，波高风飞，心比之全比之情高赞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做味拖算好。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zan境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猪脚吞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春风，多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顶门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多。虽然怎样总来战。
下，我转错场景了，大家救命！这个才对啦，对不起。哦，我从早上开始就是各种寄货，对，然后又要统计很多文书的东西。大家午安，来，我们快点吧。等一下哦，对的，然后双重 BGM。等一下，我到底在慌乱什么？等一下哦，等我记得哦。好 ，OK， 大家午安。我的天哪！今天各种文书工作，我一直在思考说到底要不要开台。不过我想说，开啦，还是开啦，开一下。为什么这个时候有声歌就出现了？欢迎来到猪猪频道，伊拉夏，大家晚安，大家好吼。不好意思，今天各种文书工作，我尽可能不要讲话啊。然后 PO 什么被看到了，那个基本上高几率，你们就当作是朱迪卡被盗账号。朱迪卡一向秉持着精明干练的特性，对。总之今天会非常安分守己的工作。要是在聊天，我就是猪。对耶，聊天室，等一下，等我一下啊！对呀，我聊天室没有放出来啦，你们等我一下。在这么本土的这个直播间，我想一下我们聊天室要怎么玩。等一下哦，各种欢乐等一下，好本土哦。我们今天应该把聊天室放在好啦，要不然原来的那个模板应该是可以哦。等我一下。Oh my god！ 等我姐，哦，救命！等我一下哦。挖空妹去哪里了？救命！挖空妹呢？哎呀，我又在说不可能的事情。有啊，就反正不管会不会发生，我都是一只猪，谢谢。奇怪，挖空妹去哪里了？等一下，挖空妹。好，你们先帮我听一下我 BGM 跟我的声音大小哦。吼啊，今天依旧继续沃克哦。我看一下挖空妹。挖空妹。这里没有挖空妹吗？我这个场景没有挖空妹吗？但我记得吼，挖空妹，丢，等我一下哦，挖空，等我一下，不好意思，奇怪，那我的挖空妹又去哪里了？好，应该是，他没有出来吗？有啦，出来了！你各位来了，好，你各位来了，那我帮你们放进电视里面吼，等我一下，然后又被压到下面去，等一下，好啦，你们一起出现在电视里面了，兄弟们，好 ，OK， 这样应该没有问题了，有的东西可这样，好啦，正常发挥啦。正常发挥中吼，来这个平常日的下午又是朱迪卡非常忙碌的时刻哦，然后很棒，我忙到这个礼拜的周表还在弄，对，还在弄的这个状况，然后想跟大家讲一下，对，我们现在可能要稍微的赶一下我们周表的东西，你们等我一下哦。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哦，等我一下。
久等了。对，妈呀，今天一堆工作涌入，来，伊拉下欢迎来到猪猪频道，我们先跟大家打招呼哦。来，哎呦，首先是汤马伊拉下，然后接下来是三哥伊拉下，哎呦，够了。对了，我今天的那个算是那个预告的短影片就够了。对，然后蓝少神教伊拉下，然后泽野先生伊拉下，喜来多利伊拉下，然后陈恩伊拉下，然后看一下怀德比格伊拉下，然后汤瓦伊拉下哦，然后看一下哦，有声大哥伊拉下，然后追声大哥伊拉下，然后看一下哦，接下来看一下哦，然后我看一下，宇宙大学花贝伊拉下，雅月伊拉下，吃鸡排伊拉下，然后电先生伊拉下，牛妈伊拉下，然后水灵宝贝伊拉下，1点半的时候没看到你在，有了，今天超忙，原本想说可能没有办法开台，但是我想说可能还是陪伴大家一下吼，毕竟今年度很多事情要开始来忙碌了，对。然后雅月说：“你每个月都有这么多的事，然后可能会你的地方，你帮中还有那个哦，这里倒是不用担心，对，因为我们家兄弟们都知道说我是在哪一间烘焙工作室进行制作的，对。那我跟这个烘焙工作室的姐妹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好的姐妹，那她也提供我一个非常非常安全安心的一个算是食品，可以做一些怎么讲烘焙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料理。那基本上去查的话，那边是查得到，就是有一个营业工作的部分，而且它。”那个地方在大高雄工业国算是很有名的一间烘焙坊，也很谢谢他啦，常跟我一起研究很多很多的奇怪料理。我那位姐妹本身也是很优秀的一位烘焙师，对对对，所以在这部分我真的很感谢她给了我一个这么安全安心的一个空间，可以一起规划就是给我们高阶会员回馈的部分哈。对我今天很快嘴，不好意思。然后前天先生也拉晒，然后现在做什么？我现在很一言难尽，我现在各方面。工作追杀，对，然后周表我现在快点先进行一下。我们这个礼拜3有那个我们的，来，我像手上这一本，等一下，我的面部我的面部，等一下，哦，不好意思，我的面部掉了。来，我先把我的聊天室抓回来，有没有听到翻书的声音？有没有？你会想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念对，但是应该有。我最近一直疯狂在读我们礼拜3会邀请过来的这位洛乔的书，他这本我真的很推荐给大家，而且洛乔他很厉害哦，他前阵子有受邀赖金德总统直接进总统府，然后我们赖总统也有直接拿着这本书，然后跟他算是做一个台语学术上面的交流吧，他真的把很多所谓我们可能不太了解的台语的词，然后放进去这本书里面做一个非常典雅的讲解。所以我常说，或许我的台语真的还不算太好，但是我真的很开心，就是透过文化部这边算是赞助，然后愿意支持我们再继续规划很多的文化系的这一类的推广，然后不管是台语还是台语歌曲。所以我们礼拜3 2点就会有我们洛乔的访谈，那这部分也非常感谢吴贤老师，对，在这部分也是尽了很大的心力，然后让我们可以在文化推广这部分继续做一个更加往前、更加有里程碑的一些算是计划。对，那么这一类的访谈，基本上我们在这一半年会有更多多元的一些作者或者是一些创作者过来我们这边，做一个算是所谓的文化推广的部分。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吴声老师礼拜4会继续帮猪猪加强可能台罗啊或者是台语部分的课程，那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准时收看，也是一样下午1点的这个部分。什么是大野？什么正是对的大野正哦，对不起，我以为好好选字这本爸爸，谢谢，对我每天被我自己美醒，谢谢。对，所以你会相信这本书呢，就是不管大家有没有收啦，我本身是实体书，还有就是那个叫什么。电子书我也收了哦，因为有一些念法，我担心我自己可能念的不是那么标准的部分，所以我一开始是先买了电子书。它对电子书我超推的耶，电子书部分哦，因为它配合了很多很柔美的钢琴伴奏的部分，对，所以我在想，就是一开始我很担心它是很生硬的内容，我不知道会不会就是连我自己都会觉得说读得很挫折。哦，结果电子书买下去，我真的觉得真的是最棒、最正确的选择，因为它配合了很柔美的钢琴乐，然后我们洛乔自己
亲自录制那个实体书各种念法，所以他把整本书都念完了，好舒服。对，那就是可能对于台语苦手的学习者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算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然后不会让你感觉到挫折的一个入门款。对，当然它里面也是有一些比较艰深的台语用法，但是我觉得很推荐给大家。就我自己本身啦，就是听起来都觉得很舒服。然后它一整本书其实是很长很长，然后也蛮厚的，对我而言，因为我本身就是你们也知道我有阅读障碍，对，但是为了这一次的访谈，我觉得我应该也要做一些功课。然后虽然说可能没有办法把里面所有的想要问的东西都全部摊出来，请洛乔做一个解析，因为真的实在是太花时间。对，但是至少我觉得礼拜三在他来之前，我要好好做足功课。对，然后就是我好期待，是我现在还在紧张，就是因为当天要全程台语，我尽可能的不要让大家听到中风，我尽可能让大家不要听到中风啦。对，所以就是对今年度有很多就是台语推广的部分，我们就是紧锣密鼓的在筹备，然后再加上我的台语实体化专辑，大家对我们可以稍微期待一下，没有意外的话，我们是希望4月份有机会让大家预购一下，对，但是实际的时间我们可能再等我们一下，我再跟大宝老师商谈一下。毕竟不好意思，太大声是不是？好，太大声，等我一下哦。好，太大声 ，OK， 这样还可以吗？对，那个震那个镜头。好，我刚刚讲到哪里了？然后接下来起体拉下来，然后看一下。咖啡瓜草先生，感谢加入了1个月文化部爸爸出手的台湾话猪组员，谢谢，感谢各位最近陆续加入我们这个文化部爸爸补助的这个，我看一下，来，我们的旧语新知都可以来参考一下我们这次文化部爸爸补助的这个图，来，把它找出来哦，对。真的是很感谢我们获得了这个语言友善环境及创作应用语推广补助的这个部分，对，然后台湾话猪组员，对，基本上只要现在你们愿意从75块升级到150块的部分的话，对，那有连续6个月的好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哦，而且这个好礼的部分每个月都不一样，像这个月的是跟推啦，跟推是虾回，就是我们的明信片的部分哦。明信片来，我们现在已经完稿的部分，然后我们在3月底跟到4月初会做一个最后的统计，然后4月初基本上就会由伊藤先生那边统一帮各位寄出去。对，那基本上就是要麻烦大家填表单啦。如果说您有加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算是文化部爸爸加码的这个活动的这个会籍的话，那我们基本上是认表单，可能就不认后台。为什么？因为有一些后台会员他们就是纯支持，但是他们可能不方便把自己的个资输入到可能所谓的表单里面。对，这个也 OK， 就是大家方便就好。对，那基本上如果说您刚好有加入了。刚好，然后你也是就是150块以上的会籍的话，基本上你就已经有这个资格了，但是就是要记得填单吼。不过我们的高阶会员基本上那个免填单啦，基本上就是可以免填单吼。对，哪一天没收到就朱迪卡崩掉了，对，忘记帮你填单，尽量不会有这个方式产生这样子。你在这种不是你做不坏，大家可以给做分，给做破坏料理。不是啊，我觉得我跟我那位烘焙师姐妹也研究得很开心欸。是的，谢谢水灵宝贝啊，对，那我这个置顶一下哦，谢谢，我把这个水灵宝贝这个张世贤置顶上去，对，然后看一下，谢谢有胜先生的建议，还好吧？应该不会中风吧？不是中风，不会中风，我尽可能啊，因为你们知道我的台语能力反而是在晚上弥留的时候，很想睡觉的时候，就是才会获得一个200%的展现，对，但是现在呢？基本上中午时间可能太 free 了，不晓得有没有获得200%展现的这个能力，大概有87%应该就不错了哈。小新老师，谢谢各方面的优秀建模，我预计在这个礼拜就快点会抽空一一的，就是把建模的各个部分做个详细的检查。对，那一定会在就是时间内快点回复您的，真的很感谢您哦，谢谢。然后的个资比厉害。你有没有听说随便找一个兄弟都知道你住哪里
主播这边听台吗 ？OK， 自己加 V 263，伊拉塞，谢谢你们，谢谢，感谢，对，来陪这只猪猪，非常社畜的，对，而且我今天周表做完之后，如果啦我要测试一些建模的部分，我可能就要把我的场景换到一个很神秘的地方，让你们看不到我，对。然后小某主播才说，都是他在打扰粉丝。对啊，都是我在打扰你们啦，不好意思。我们家面线们都非常的成熟，基本上根本没有心思或者没有时间去打扰主播，都是这个主播在打扰你们哦，不好意思。对，昏睡状态台语加成，对啊。那个小时候的耳濡目染，那些拿卡西或者是台语的部分，对，在那个时候就会非常有200%的能力展现啊！只要你住南投，不知道住哪里。可是我记得有一位面线，还有1、2位面线，不是直接去堵过你吗？哈，好啦 ，OK， 那么我看一下时间，我靠，时间完全不够用，时间来到2点48分，2点48分，来，我看一下。我先来快点把周表弄一弄，然后今天反正就是工作台，然后明天早上重训，然后重训完回来如果有时间的话，其实重训完回来如果有时间，我想再多读洛乔的书，因为毕竟礼拜3就要做访谈了。如果我觉得我功课有做足的话，我就开台；但是如果我觉得我还希望再多看一些书的内容的话，我可能就乖乖的温习这些书这样子。对，读的是工作地方，不是。哦，原来不是住家，是不是？哦，好牛妈，很棒。好吧 ，OK， 这部分的话，基本上就是反正就是记得填单，我们就认单。后台的话就是方便我们统计，但是如果说刚好您真的不方便透露您的个资，真的也没有关系。对，重训很重要，好不好？一日不深蹲，面目可憎哦，好不好 ？OK， 好，兄弟们，我觉得我差不多先闭关一下，我觉得我差不多先闭关一下吼，对，乳酸堆积。我也想杂谈啊，但是不方便啊。不过啊，可以跟大家聊的是啊，这个礼拜5有没有？我总算等到移理发的时候了。哦，我这头长发真的是想修剪，真的是完完全全还得看日子。而且真的是忙到碰到，以为上个礼拜5适合剪发，就居然不是哦，好险！对，而且2月才扯，2月想要就在过年之前修个头发，就摊开农民历的呢。2月只有其中1天，我忘记是哪一天的移理发。我看到当下，下一秒马上关掉视窗，哦，笑死！哦，3月份总算等到了，就是比较多理发的日子了。我看你挑，很像。这个礼拜5很像是3月份的最后1天移理发的日子吧？我哪有不理你们？我也想跟你们聊天啊，兄弟，你们先找你们各自老公的老公，快点先找一下各自聊天室成熟的老公的老公。这些朱棣卡康奎被这尾掉了哦，腰神呐！恭喜移理发，好对，总算礼拜5移理发，好，赶快工作，大家都加油工作。对，我快点先把那个周表送出去哦，看一下啊，周表。
不好意思哦，常常忙到周表的部分，哦，救命！等一下，我没有传到，what the fuck？ 等一下，等一下，好，没关系，再一次。我刚关错视窗了啊，救命啊！哦，好，今天是猪猪工作日哈。然后明天我设定突发好了，突发。塔瓦，你那个眼神怎么了？要当个成熟的妹生会自己聊天吗？神父先生，对。好了，我等下忙完，尽可能快点回来聊天吼。第一次收完回报，听说凤梨啊不，好可怕！我谢你们哦。谢谢，谢谢如此疼爱朱迪卡，谢谢凤梨罐头，救命！哦，谢谢你们，有没有看我笑得好开心？我真的谢谢你们啊！在这个美好的礼拜一，我收到这个如此美好的通知，我真的谢谢你们啊！凤梨罐头。可是凤梨罐头我还可以啦，没有葡萄干，对不对？不要有葡萄干就好了，拜托。等一下哦，葡萄干真的成群结队的，真的很可怕。哎，等一下哦。好，明天我们就先明天就先设定突发吼，然后重训回来，如果我觉得我书读的差不多了就开台，如果我觉得还不够，我就乖乖加强吼。你家为什么会有模型在里面？救命！我要做10月的泪水，你确定那个是10月吗？薄荷。谢谢你们，谢谢。你人真好，还吃掉3盒，谢谢你们。你怎么不全吃掉呢？这么好吃，你应该全吃掉的不是吗？这个就全吃掉啊！只要全吃掉，不就没问题了吗？只要您全吃掉啊，这个就没问题了啊！好生羡慕啊！到底怎么牛吗？不然我度量3盒给你，你觉得如何？牛吗？好可怕啊！乖。好，接下来好快点了，我先把那个我先把周表快点弄一弄哈。
怎样的男生坏坏？这个是上个礼拜三，哇，时间过好快。然后这个礼拜三我们就安排这个访谈哦。文化访谈系列。洛桥后，洛桥，看一下，洛桥 ，OK， 文化访谈系列。你会相信日花闪烁，诗安闪烁。看一下，好，礼拜三我们是安排在下午2点，然后跟吴昕老师一起做个访谈哈，全台语哦，我会努力，我会努力，好。然后，狼王又是什么啦？三哥主跑说不能全吃掉，必须蛋糕原谅，不能收主播的东西。为什么我会联想到我很爱我老婆的？好啦，嘟啦，那小徐老师怎么也听到了？对，谢谢各位，就是我们这是猪的那个真命干天的嘟声，也变成了我们这个嘟嘟嘟的台语原创曲的其中这首歌了哈。那最近嘟嘟嘟的这个这应该叫什么 PJ？ 糟糕，那个叫什么 JVJ 啊？わからない，等一下，我们才刚上传的，太多东西了。我们刚上传的这个寄给是寄给黑喜相会，那个刚上传那个嘟嘟VJ 版本，嘿，咱 VJ 版本嘿，嘟嘟嘟吼，已经上传了吼，感谢各位吼，欢迎就是各位好，各路高手，各路兄弟好汉，热推出去啊，热推出去哦，谢谢啊，我们这个嘟嘟嘟成就了一首台湾原创歌曲啊，我们现在嘛，优良遵守规矩的观众，哎，对，牛妈你只比较爱讲干话，猎杀目标，跟你告诉一下，委托人有说要请你吃。不是吧？太夸张了啦，没办法啦！不是啊，那个太夸张了，哎，这样可以看什么？罐头跟葡萄干，这太可怕了啦！我救命啊！12块凤梨挂铜哥2盒，葡萄干做成如果可以变成那个我们的高阶会员回馈的话，就是非常非常热烈的感谢，就是非常非常热烈的感谢。就是请各位就是帮猪猪省下了非常多那个我们高级的原物料的费用哦。我想我们的烘焙顾问雨薇小姐也会非常的开心，我们的宫泽李薇小姐对，她每个月都要做工作室跟我一起伤脑筋，你们到底又要各位避瞎忙哦？时间差不多了啊，要赚新台币吗？好 ，OK， 好，总之好赚钱发大财。嘿呀，伊拉夏哦，对 VJ 版本，谢谢水灵宝贝的上传，感觉到要做成3层大蛋糕才有的。剩下的原料，如果你们愿意让我做成3层大蛋糕的话，对我会非常开心，好不好？可以分批吃，不用一口吃完。我绝对是分批吃啦，我不会一口气吃完，因为太伤身体了，真的好伤身体哦。对，
我会分批吃啊，对。哎呦，有吃饱。好，总之我知道了。收到那个邮局寄来的那个通知信的当下，我一定会开车，对，我一定开车过去，把我后车厢全部都清空，然后把满满的葡萄干跟凤梨罐头载回来哦。我真的谢谢你们哦，非常非常感谢哦，非常感谢，谢谢，非常之感谢。好啦，我继续到我周表，救命！好，来礼拜三，我们这个礼拜三是文化反弹，对不起，文化访谈系列来宾诺巧，然后会稍微跟他聊聊他的书啦，日花闪，应该是闪烁吧，我突然中文不知道该怎么读，相信，底灰相信，很美的一本书哦，真的很推荐给大家哦，就连我自己觉得有时候我学习台语苦手的时候，听到他的有声书都觉得好柔好美哦，会觉得啊，很像原来真的台语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再美好太多了。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部分，这个再过去一点，等一下。文化访谈系列下后，好 ，OK， 好，接下来礼拜四，吴声老师的，等一下，吴声老师他上次也很有心的，先把我们下一堂课要开出来的主题，台语声母不是声母，好，对，我们这个礼拜四的主题就是台语的声母哈，台语声母，等一下哦，台语声母，声母不是声母，好。声母不是声母，好 ，OK。我打死都不要做成3层，1层就已经够可怕了。什么要快乐？什么要快乐？我很快乐，我每天都很快乐，我谢谢你们哦。看一下。声母，对，重量大概有9公斤，我这个绝对会分批到天荒地老，真的，因为我每天的饮食控制啊，这些糖分跟热量的部分哦，我真的会分批到天荒地老，对，但我尽量啦齁。台语是被遗弃的小孩，不是，你们都误会了。台语声母练习，好，台语声母练习，好，台语声母练习，好。然后礼拜四这个台语声母练习1对1，这个隔周的教学一样是固定在下午的1点，然后标一下时间。好。
山某山某。好 ，OK。下午1点哈。好。好，然后礼拜5总算一立法了。礼拜5，我们来到礼拜5。好，这个礼拜比较重点式的节目，就是在礼拜3，我们跟洛乔的访谈，以及礼拜4我会努力的再来加强一下这个台语声母的练习。对，然后礼拜5一立法。一立法，所以我突发一立法会本北兰，一下哦，等等啊，好，我们突发一立法好了，等一下。好，我们去突发一立法只是说真的，就是当然头发的长度稍微有些超级过长的状况，可是我觉得我这次去修应该也不敢修太多啦，也舍不得，因为你长发留久了，你真的一下子剪太短，会不知道怎么整理真的。好 ，OK， 那我们这个礼拜的那个周表的图一样是我们这次算是要寄给大家的那个明信片的图的封面的部分，也是由我们骰子老师所绘制的。好，这个部分那我就先不换了哈。然后大家4月份会收到的礼物，基本上猪猪也已经看到了，很可爱哦。谢谢吴昕老师的委托各方面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真的。好，手表我们先拿存好，存档起来。好，存档啊。存档，然后我们另存新档一下哈。现在是3月23。3月23。好，3月23。3月23到29吧，23、24、25、26、27、28、29。好，经过我手指确认是到3月29号，没错，3月29。はい、次川さんいらっしゃい。好，我先更新一下周表上去哦。更新周表。
好，32329哦，因为现在手表的那个右手边骰子老师的图都一样，很担心不小心拉错图。好，应该是这个图没错。好，OK。好，然后看一下哦 ，YT 上传了，来，我们现在来上传一下我们的 DC 的部分哦。DC。OK， 好，手表解决。OK， 我们手表解决哦，还要喝一口水。好 ，OK， 接下来嘞，好，接下来我觉得我现在先做一个秘密的测试，也就是说，完蛋了，我觉得我先趁现在快点把那个小新老师的建模稍微对，但是我要让你们看不到我，等一下哦，听到声无看到影，等一下哦。我要先藏得很下面，然后好，首先先揍一个来测试，要揍谁啦？好，等一下哦。等一下，因为有一些教学，我要看一下那个教学，所以你等我一下，好，我现在先出来跟大家见面是没关系啦，对，等到真的要测试的时候再那个好了，等我一下哦。好，我先回来，然后，但是这个要关麦克风，不行让我们听到，对。
好的，好的，在这样子工作做不完的进度下，也稍微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那个去年我们的第二位泰专辑的募资
的最高募资39万小妮妮，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获得？不是有机会啦，是已经获得我们最贵的神官帽的部分。我们现在神官帽的老师已经如火如荼的，已经差不多可能要收尾了。预计他是说大概4月初就可以让大家看到那个又大又晃的神官帽的部分。各方面各种工作在追杀之类的，然后我被追杀，然后我再去追杀别人，形成一个善的循环这样子。然后也非常感谢小妮妮，我都非常了解，就是可能这些手工的制成是非常花时间跟心力的这个部分。对，然后目前，而且小妮妮很可爱哦，我就是固定会跟她追踪说，目前可能我们神官帽老师的进度大概在哪里了。然后小妮妮来说，没关系，猪猪不要催，那个有良辰吉时跟天时地利人和的，很可爱，你知道吗？对啊，我就觉得哇。观众的大家都好暖心哦，对我自己也很期待看到那个又大又晃的神官帽，对，好期待，好想摸到食品。而且老师他在台湾做神官帽真的是很具代表性，对，就有去他的该怎么讲，那个地方台北也很好找啦，就是那个万华区龙山市那边，是不是龙山市站下面就有一个什么基地啊？我忘了那个叫什么基地去了，对，都可以看到。老师他神官帽的真迹，对，我也就是记得很像前年，我记得是金咪奖第2届结束之后，就是北上就是跟大家相聚嘛，算是有点庆功宴的形式，有没有？然后那天庆功宴完，我就到了，就是刚好反正就随着草草去做一些工作之类的吧，对，我就当个小跟班，然后看一下草草去做什么音乐工作之类的，然后刚好就是经过那个什么。那个好像不知道是什么文创基地，然后我就眼睛为之一亮，这个就是我想找的台湾式的神官帽。对，然后我那时候心里想说有没有在定制啊，就还真的店家有在定制，然后辗转，然后才见到了就是我们神官帽的这位非常非常厉害的老师。对，然后很愿意过来，就是帮我们制作，真的我们心目中就是独一无二的我们3D 风格的这个神官帽，他也真的是愿意具现化。我们当下真的也很感动，因为说真的，老师不见得有时间接，而且老师他其实有很多其他的副业在发展，所以其实老师也说他必须看到本人，对，就是我们本人，他才决定要不要接。所以我们线上其实我有住高雄吧，那要上台北一趟，真的也就是可能要安排要花一些时间，跟就是可能要安排一下，看什么时候有机会上去，因为我每次上去就是一定都是。当天来回之类的，对，然后就是知道老师愿意看看我们团队是不是安全的正常人的时候，我们马上就飙上去，对，就快点马上安排个时间，然后就是带着吴昕老师跟大宝老师过去见这位很厉害的神官帽达人，他叫吉祥老师，对，那吉祥老师他就看到我们，真的也聊了好多，因为其实会碰就是台湾文化推广的部分，其实冥冥之中啦，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神明的牵引。这个不得不说，我们都觉得很玄，所以聊来聊去，我们居然聊到了同一个神明，对。然后有时候有些神明各也像假贺道修伯之类的，我们都觉得哇靠，真的有些东西是冥冥之中有被牵引的，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玄学的部分不是每个人都信啦，所以我只是觉得刚好团队的大家好像刚好多少有比较对于玄学有一些接触哦。新修伊拉夏，我陈老师伊拉夏你打呀，然后妹夫爸爸，然后。我说报道谁有点想穿耳洞，然后一个姐姐什么一个姐姐听到然后被骂，因为你想穿耳洞被骂，是不是？怎么突然有点可怜？还是姐姐想说，请你不要这么痛，然后还要穿耳洞之类的吗？我以前我记得我在高中时期穿过，但是我其中有一个耳朵已经合起来了。对，我 BGM 有关掉吗？我的 BGM 有关掉吗？你们应该有听得到 BGM 吧？我记得我的 BGM 是哪卡西耶？我的 BGM 有关掉还是太小声？等一下哦。好，然后我看一下，VG 的 Cycle 很像小商场的那边吗？其实我不晓得那边是不是很像小商场，我只知道那边我只知道是那个龙山寺站日式，然后下去就有一个什么文化基地，我一下想不起来是什么文化基地，但是你们经过你们会发现它有很多很厉害的神官帽，而且每一顶都是独一无二的神官帽。然后神韵伊拉夏欢迎大家的离开冰灯哈，给那里被做康亏。我原本要做工作的，对，再让我聊一下，我看还有什么事情没有有什么后事没有交代的。然后盛豪伊拉夏今天依旧没有被盗账号，很棒。可能太小声吗？好，
有了吗？好，谢谢你们提醒。对，好，现在应该有了。对，我只是想报告一下，就是我们吉祥老师说，基本上4月一定看得到。我是很不好意思啊，就是时间到了都会去跟他问一下，老师，我们这个手工神官帽这个辛苦你了。对，就是可能差不多，因为我们专辑也要做一个发行了。对，那这个实体专辑也预计会在这个4月的部分让大家可能做个预购。那我们这个是不是神官帽有机会哦，在4月的时候让大家看一下？对，然后就反复的，就是只能就是非常非常轻柔柔的询问一下老师进度，因为大家都辛苦了，对，就轻轻柔柔的这样，对，然后也谢谢我们对身边的老师们，真的都非常细心哈。好，以上です报告完毕。对，等一下还有什么要报告的工作进度，我再开麦哦。对，好，各位成熟面线，你们乖乖的自行生长，不是，乖，我现在又要听那个，就是不能让你们听到的那个有一些教学，对。
是香料小姐，最性感的香料小姐，谢谢，感谢1月100分，谢谢，感谢，今天是我的社畜工作台，我再聊下去，我觉得我各种工作做不完了，对，但是有什么的工作进度会再稍微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我刚刚又对我真的是。此逼生啊，在 Steam 买东西真的是5只手图哦，我在讲什么？5只手头是什么？5只手指选得出来哎，因为我刚刚又买了一个东西，是叫什么？我看一下 これは何だっけ B 啊 B burger 吗？等一下，为什么我讲一个汉堡？我不知道这个也是就是之后有好像新的建模的部分，好像也蛮推荐用这个的，对，所以我刚在看教学的部分 BRIDGER 啊，発音わからないね，你在边都要量哎。好，总之呢，对我又解锁了，就是在 Steam 买这个东西的成就，就是开麦的时候就让 BGM 会变很小声，我 BGM 应该还有开着啊，对，没有，我在想说，至少我 BGM 那个不要盖过我想跟大家打招呼的那个声音嘛，对不对？也谢谢香料小姐啊，里嘎多。好，我要继续来社畜了，继续社畜，然后 BGM 又会变大声哦，哈，因为喜康爱给我注意哦，哈。
要死！我在 Steam 买完刚刚的那个软体啊，我居然不晓得要怎么打开它。我刚奇怪，我要怎么去打开它嘞？救命！天哪！我以为我解锁了，就是自己在 Steam 买游戏的这个成就之后，我居然不晓得该怎么打开它。我去哪里打开它？它在哪里呀？它被我买了，然后嘞，它被我买了，然后我为什么找不到它在哪里？救命！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刚刚买的这个 V， これはなんだっけ？这个哦，于收藏库内是不是？它在我的收藏库了。好，我像立即使用。总之，我虽然说找不到收藏库，但是我知道我看到立即使用，然后它像在 C 槽帮我安装，很棒。好，我想接受它，就请它安装了，没有错。对，我是一只独立的猪了，我应该会自己安装了。对，没错，谢谢他哇。谢谢，好蠢哦。好，有它应该在安装了，对。好，所以他在安装了吧？好，我继续。我已经找到了，没事，大家继续忙哦。
哎，兄弟，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哦。哎，通常因为这个软体嘛，它下载下来之后啊，然后总之它会希望让怎么讲，这个软体会让我们的面补会变得又再更加的精细。然后现在我前面就卡关了哎，它要我输入手机的 IP 的网址，然后我就去找那个 iPhone 的面补，然后iPhone 的面补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直接从那个设定里面去找我的 IP 的地址，没错吧？我就直接我 iPhone 里面的这个VTS 的设定打开之后，然后往下滑，我就看到一个什么串流至个人电脑 WiFi， 然后就是这个 IP 的地址，没错吧？可是打下去之后，它为什么这个软体还是没有连起来？是福利熊一大赛，我的算术吗？我觉得我算术啊有完蛋吗？还是我什么大家的高阶会员算错了？有算错吧？我最近算数算的真的是对，没有计算机会死掉，真的对。如果有差1-2个月的话，那个猪猪今天握课完，我再来细算一下哈。所以我多算的是不是？我给人家多算我还多送嘞。奇怪嘞，就是我现在没有办法，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动？为什么？对啊，输入的 IP 的地址是对啊，数字没有错啊，奇怪嘞。我再输入一次好了，奇怪嘞。看一下哦，奇怪嘞，对啊，他有输入手机的 IP 的地址，好，然后嘞，连接到手机。还是没有动为什么奇怪嘞？还是我输入错误了？难道不是这个吗？真的假的？我多收好几个月哦！救命啊！原来我多收好几个月，跳楼大拍卖哦！救命！好，等一下发现我再跟你对一下。真的跳。原来我一直跳楼大拍卖是不是？好，等一下我发现我再跟你对一下。对，等我一下哦。我一直以为我有算对，原来我一直跳楼大拍卖了是不是？奇怪，我先快点连接一下。所以还是说不是要从手机去找 IP 啊？是要从我自己的电脑吗？好难哦，这些东西真的是。我看一下哦，所以我想啊，你有一大塞，找手机本身直接。对啊，我刚刚就是从那个我的 iPhone 面部找，是从对，我是从 iPhone APP 里面找。
好，从手机里面找，等我一下，这是个好问题呢。手机里面哦，看一下去哪里找哦。咦，哦，好，谢谢马克先生，不好意思，感谢，要不然从这里找嘞。哦，救命啊，好可怕哦，好不会这些东西。诶。啊 ，OK， 我一下有找到了，我一下有找到，原来手机上跟 BTS 的上面是不一样的啊。那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好，等我一下哦。888，好，好，我连看看哦。Hello。他还是不理我，我觉得我找到了，可是他是不理我啊，怎么会这样子？我觉得我找到了，可是他依旧不理我，好奇怪啊！原来有老师有制作这个教学，我看一下哦，谢谢马克先生。电脑，左下角选择手机那边。连接手机，电脑 VPS 开启，哈哈哈哈！哦，等一下哦，好，等一下，电脑也是。等一下哦，天哪！完蛋了，我觉得我卡住了。好，马克先生，谢谢哦。我先静音，聚精会神的试看看。谢谢。天哪，这个教学可能我脑袋会转好几圈，可是我试看看，等我一下哦。谢谢啦，刚下。
我觉得我该设定的都设定的很像快要成功了，然后我重新再打开一次看看哦，很像快要成功了，很像啦。对，等一下哦，谢谢。
成功了，我成功了，谢谢，谢谢，谢谢，好开心哦！等一下哦，哦，我成功了，哦耶！有了，有了，有了，应该是连接上了。然后，等一下哦，等一下哦。其实我不知道，多了这个是不是会比较精准？但是基本上没有问题嘞，连接上了。等一下哦。可以了，可以了，这个软体也像有连接上了。哇，我的天哪！就是我刚刚手机其实有一个东西，就是可能在教学上面没有，然后我可能就随便乱按，乱按出奇迹。反正就跟一辈子跟一巴掌一样的道理嘛，你就是按下去可能爆炸，不然就是出奇迹，你选一个就是1/2的机会。开关试试伊拉赛，本身创造时是有加入的资源吗？啊，那个是什么东西？本身创造时是加入对 V， 我只知道就是我们建模老师有那个录了一个录制的影片，教猪猪怎么做。对，然后殊不知我在最前面的连线就出问题了。刚去咖啡没关系，没关系。总之我连线起来了，然后好像后面还有一些教学哦，我可能稍微再看一下。谢谢你们哦，谢谢马克先生，我再看一下吼，然后我可能一样先切无声一下。
好，兄弟们，我觉得我像成功连上去了的状况，我看一下哦。成功连上去之后，他抓的是不是真的会比较敏感啊？我们来看看哦，好有趣哦。来，哦，这太感谢了！我今天如果下午自己来弄的话，一定高几率不晓得自己在弄什么。小猴经理拉赛，连上了！你才笨，你全家都笨，气死我了！我跟你讲，我们要这个笨的非常有质感，即使看起来很蓬很笨，然后就是连上这个 VB 啊 VBB， 好，应该是 BB， 我不管，实际上怎么念不知道。感谢这个插件，听说连上去可以让我们更加的细致。我们看一下，这个是连上去的状况哦。等一下我看一下，还是根本没差啊哦。好，我们把它停止连接看看。好，停止连接了，我现在停止连接了啊哦，然后再连上去看看咯。啊哦，有差别吗？其实我不知道，应该是有细微的差别啦，有吧？有吧？现在我们又连上去了，对，现在应该是对。好，总之听说这个会让我们的面部再更加的细致，对，有吗？你们看得出来有一些比较细致的差别吗？等一下，我自己有点怎么办？我自己有点眼盲哎。我自认在线下活动就很会认大家，但是我认自己真的很眼盲。然后是快到抓不到哦，对我们像朱迪卡，对。是一个 iPhone 面部抓不住我的这个状况下，现在呢等一下，有没有抓不住我？我们 iPhone 面部是又抓不住我了哦，什么蓬的很细蓬的很细是怎样？等一下，什么叫做我蓬的很细？我们加上了这个 BB， 我到底在讲什么？我们加上这个B 哦，好难念哦，应该是要快速加深我们的这个非常非常细致的气质感，并不是什么奇怪的蓬感，对不对？是啊，哦，你才蓬，你全家都蓬呐，感觉到我抓到了吗？蓬的更加清楚了，有感受到哦，真的比较流畅，是不是？哦，不错哎，我觉得很划算。因为好，我把我的表情先切回来，我现在应该是心情愉悦的状况。怎么鸡毛干令你们好好打字哦？对，因为接下来可能今年度也是会有一些新衣装的公布啦，对。然后啊，我原本想说我这个东西我应该秘密自己进行，对，但是我觉得还是算了，我还是把这个宝贵的时间放下来工作台，然后跟大家一起研究比较快。你看刚刚在连线的部分果然又出事了，阿贝谢谢，感谢你们陪猪猪研究。对，如果有比较细致的话，我真的觉得很划算呢，因为它才186块，是168吧，哦，好棒哦，很赞呢。私下都叫它 B 之，为什么它叫 B 之桥？对，因为它是连接我们更加细致的这个动捕桥梁吗？好酷哦，B 之桥是不是？谢谢兄弟们，看我刚下多的，对，我们连上去了。不过呢，就是接下来的测试的，对，我可能还是得要卖个关子。接下来的测试我再自己测试，然后再回报小新老师就好了。对，谢谢你们兄弟们，好赞哦。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工作要进行，但是我接下来就是开着麦就没问题了。接下来是委托的部分，对，我又跟一些可能要进行委托的老师们联系一下，对，然后会听到一些很嘟嘟嘟的那个精明干练的声音，那是正常的齁。对，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齁。谢谢你们，好，因为我有完成了一个工作，然后晚一点我再做一个秘密的测试，再回报小新老师，大概是这样子。好，感谢我们这个 B 之桥搞定。最后不是迪卡自己出奇迹吗？没有啦，其实小新老师应该在后面就是都有继续免疫的讲，对，只是我以为他在前面已经把连线的做好了，所以我刚刚想说完蛋了，
就是连线的部分，我在前面就给人家卡关，我自己研究一下好了。然后刚刚我就在把那个喇叭关掉之后嘛，我在想说，把那个小新老师录好的东西再看仔细，才发现哦，小新老师后面有讲解一些那个还有一些按钮的部分，我以为后面是其他设定的哦，就自己做。还好，对，最后就自己乱按，然后有按对东西，然后就成功了。对，现在这个设定基本上我们有连上了齁。好，接下来我们来进行各方面的委托，我现在快把它弄掉。对，我们把握今天可以握课的时间哦，握课的时间很重要。哦，对猪而言，时间真的是永远不够用怎么样都不够用，很可怕。好可怕啊！来，OK， 啊，马上。
猪猪今年的生日，我看一下，5月30号是在礼拜几去了？我看一下，看一下哦，我刚是礼拜6礼拜6又是一个见红就休。我觉得我们今年的生日季应该是还蛮多企划可以玩的哦。光是我们那个很惊吓的蛋糕，基本上应该大家都还蛮期待的。然后我看一下，29号礼拜5号，看一下哦。头发讲奥桑空邦哇，对，すごい。怎么马上表演的鸡毛盖小奥经理好好打字啊？然后车车老师有去大港开车吗？今年大港也好屌哦，好赞，一年比一年还厉害。桥梁的原来是因为这样子 ，B 之桥，好，谢谢，以后我就不会再为这个英文苦恼了。然后，对啦，5005岁了，真的耶，要迈入5005岁了。另外就听到要生日，感觉好快，真的啊，很多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我有些生日的东西要筹备，现在已经嫌晚了齁。不过还好，在那之前，其实我们比较大的要委托在生日季的东西，其实都已经有先出去了啦齁。好，我现在快点再看看哦，再看看哦，等一下哦，看一下，好。有去大港，然后看你走路走的脚好酸，然后你的脸晒伤了，是不是？我们南台湾非常热情的艳阳，对，真的可能不做一个防晒，可能真的会让你皮肤真的红到不要的。你那个芦荟霜之类的，可能这2天补一下啦，不然脱皮还蛮不舒服的，对。然后，大猫老师，大家好，欢迎来到低开冰灯吼，今天这边做康亏，我真的很乖，我今天真的做了一些功课，还有工作，对，我觉得真的很乖，不能再拖时间永远不够用哦，天哪！好，我们继续，这个委托出去了啊，接下来下一个委托，而且委托真的就是这样子就是一来一往，其实就是哇，中间的接洽真的也大家都很辛苦哦，委托的部分。好，我继续哦。接下来我看一下，好。
对，各种，我真的忍耐不跟大家聊天，好痛苦哦，快内伤了，救命！朋友有上青春哦，朋克团哦，好酷哦。说到这个啊，其实我有看到之前大学的学弟有上，但是我不敢去认亲。我觉得未来有机会再看看。对，就是我看到他，因为一直以来他之前在大学都很爱音乐，然后反正那部分的社团应该很好猜啦。对，然后我看他好像不错呢。对，就觉得他果然真的是。对，一直在这个圈子还蛮热爱的。不过不得不说，他们家真的也蛮多矿的，对，所以可能家人也有办法支撑他，就继续玩音乐啦。对，真的是这样子。很多玩音乐的，就是必须家里要有矿，就跟走可能我们类似这种文创产业一样，就是家人如果愿意多一些包容跟一些资金的支持的话，真的会稍微比较顺风顺水啦。对，是真的是比较现实面的问题。这是爱的好晕吗？对，大家都晕了，快内烧了。对不起，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耶，因为就是我前2天6日不小心又吃太多就是高热量的东西。讲到这个，我其实昨天有想要分享那个我们家附近那个很好吃的韭菜盒的一个故事。可恶，讲下去我就不能工作了。我觉得我这个 po 在 Twitter 好了，因为我有照下就是那个照片，然后想要分享一下。对，好好吃哦。对，就开始饮控之后，其实像韭菜盒或者是葱油饼这类的，我就尽量避免，因为它真的很稀有，它很快乐，它很好吃，它很酥又香又脆，然后撒上胡椒粉根本就是极品。可是吃下去完蛋了，你深蹲大概500下起跳。对，但我前2天稍微让自己放纵一下。所以我今天晚上想说是不是吃一些比较也是一样低油啊，对，就是一些比较饮控的东西。你的朋克团我看一下，等一下一直冲撞好快乐吗？好，然后画图音乐弄不好了。是的，这一行其实蛮吃机缘的啦，可能就是有观众缘、贵人运跟自己本身在这个圈子下，然后投不投观众的缘。这其实真的还蛮吃。我觉得大家都辛苦大家都其实都准备好，然后希望自己可以表现得很好。对啊，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圈子其实我觉得各种圈子都一样，其实不只是 B 圈竞争啊，音乐圈也很竞争啊。然后说到底各行各业其实都差不多，真的就是都是辛苦的啦。对韭菜盒真的多堆一些，有小欧经理，昨天我有多加比一般深蹲的次数又多加了100个，对，100下深蹲哦，对，有盒子比上面表示深蹲500下，然后我还以为是说改用画推特方式，他的话你就很懂我，深蹲500下是要吃美味，我觉得你重训健身除了就是维持自己身体的平衡之外，重点是你吃的真的是比较
比较放肆的那些东西之后，至少你还可以稍微回归一下，对，取得一个平衡啊，对，体脂肪不要再爆表，在这个平衡的摄取之下，你还是可以偶尔快乐一下，对。套爆漫王说的都是赌徒，讲得太好了，真的是这样子。不得不说真的呢，像之前猪猪就是在经营那个就是很长很长的那个漫画社畜的那条路，其实不得不说，如果没有屯妈的支持，或者是他的算是怎么讲，就说没有他的这些理解跟支持的话，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有画得蛮痛苦的，对，所以有时候这种东西就这样子。这个机会来了，我们就试试看看。不啊，几雷安呢？前2天还在跟大家选那个臭臭男生嘛，不可以赌，不可以赌这样的，然后就我们是最赌的那一区，这样，我们这个族群是最赌的这样，就会，对啊，好啦，先这样，等一下4点43分，我觉得好，我先把某个东西再委托出去，对，我乖一点，我要乖。我现在很乖，我现在继续委托。好。抱，在这里，在这里。好，科科。罗宾说：“小赌养家活口，大赌发家致富。”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该怎么讲？很多机会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子。可是，在赌之前啊，可能稍微不要真的是一次你就真的赌到那种身败名裂哈，那家就母汤可能有一些停损点必须要找一下之类的。对，这个感觉就是开启另外一个话题之类的。OK， 好，我想一下，我今天还有什么工作？今天我看一下我行事历是不是该做的都完成了？等我一下，
今天的委托都应该都出去了嘛，然后今哪里都在冲啥嘞？有这个也做了，好。好，最后我确认一下一个东西。好 ，OK， 好，兄弟们，我今天的工作大概到这里应该是差不多先告一个段落，先暂时对，然后我们可以再小聊10分钟我要喝水了，哦耶！来，我换一下那个 V 卷，我要把我们的，等一下哦，我要把我们的这个8 bit 再开出来。不要8 bit 待会刚刚有了，刚刚是紧张的氛围，我们开一些轻柔氛围的做个收尾哦。等一下，轻柔的氛围，我们做个收尾哈。来，轻柔，非常如此轻柔的这个氛围，作为我们今天工作台的收尾，一嘎嘎的秀，各位兄弟呀。好了，我真的爱做了，然后算了，将错就错。对，本频道致力于推广本土文化，基本上常常会有这些拿卡西的音乐出现，对，基本上也是非常非常合理的，好不好？好了，我们 B 君会太大声在跟我说，来自于卡甲的这个算是拿卡西的改编版本，感谢我妹妹马拉斯，很多的机会其实都不是我的，好的阿成，我懂，真的没有错。其实80%的人其实怎么等都等不到机会，真的哦。开不就是这个话题吗？好，塔瓦，你真的很会，太会了。什么青楼？等一下，为什么阿追你是听到奇奇怪怪的青楼？我有讲什么青楼吗？对，我今天5点必须结束，准时结束，因为我还要去寄东西。对，然后只要赌超过可以负担的价格，就代表多亏的钱都是别人帮你扛，安心去赌嘛。我其实比较没有这个数理观念呢，对，只是我是一个就是机会来了我就会把握看看啦，就是即使做这件事情，可能在现阶段可能别人会觉得很突兀或者是很奇怪，但是我还是会去做。例如澡堂深蹲，我就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举的例子很烂这样子，我哪有讲什么轻柔啦？我明明是讲轻轻柔柔的音乐，对，没有错。至于你们打的那个什么臭男生打的青楼是什么，我不知道。机会也不是你的嘛，像你的票有吗？不只是你，我就连100万、200万都没中过了，何况是1000万，是不是？不过有梦最美，我们可以就是每2个月都做一场美梦，然后再落空这样，然后托付到下一场2个月后的美梦这样子。所以你上次说的，今天在冲3000是不是？上次订阅的那一位吗？好，如果有缘分的话，我们飞过去是没有问题的哦。然后轻轻柔柔的，好，我谢谢你们。武侠游戏有很多，对啊。我跟你们讲讲到这个什么，前阵子是不是什么燕云什么16声很红啊？因为我跟你们说，我早上习惯。就是会去量一下我就是可能各方面的身体，不管是体脂啊，然后什么身体骨骼啊，或者是各方面那个BMI 之类的，跟大家聊到过嘛。然后因为我的体重计就是有绑 APP， 对，它就是各种就是非常精细的测量，都可以就是记录在 APP 里面，对。然后那个体重计其实也不贵哦，我觉得它才不到1000 800多。对，然后它基本上测量就已经算是还挺准的。可是那个 APP 有一个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很不耐烦的一个，对，就是广告特多。前阵子我就疯狂被打到那什么燕云16声，我想说这个游戏，对，应该说基本上应该是蛮红的啦。对，看之前也是看大家有在玩，感觉蛮厉害的。但是
我想量体重，这个广告可以快点跳过吗之类的？对，哦，不行，深蹲你还是不能接受什么东西。我觉得身体健康非常的重要啊，是不是？对，我们必须要常见的身体，才能就是陪伴你各位兄弟们长长久久。这样说连接到深蹲体质，对啊，因为就可能我自己是没有在玩游戏的族群啊，不然其实基本上那个风格感觉蛮厉害的啦。对，如果我今天有在玩游戏的话，搞不好会打到我也说不定。真的是好吗？就免费哦，是免费的哦。免费的，哇靠，那真的很佛哎！它做成那样圈是免费的，所以水灵宝贝有涉猎，是不是？对，而且就是这一类的 APP， 基本上毕竟好了，可能因为它也是免费的吧，所以它就是绑各式各样的一些虾皮真的没办法，虾皮实在是太红了，所以虾皮其实时不时就是我只想量个体重哦，被跳到虾皮，然后按回来之后，然后继续被跳回去，超烦的。耶。牛妈那个我就不知道，我就没有被打到了。对啊，很多 APP 广告是真的超多的，身体健康真的太重要了啦，太重要了。我觉得在这个圈子，大家可能除了身体健康之外，心灵的健康也很重要。心灵的健康其实是更加的重要，因为其实说到底，这个圈子基本上产业一直在变啦。然后其实我有发觉说，就是不管是V 朋们大家还是会师的大家，可能因为每天就真的就是窝在自己的工作室，然后很容易就是有一些负面，或者是说就觉得负能量的累积，会把自己就是即使身体可能还不错，但是会被自己的心理状况压垮。对，然后负能量累积起来之后，然后就很容易就是可能去吸引到一些更多的负能量啦，或者说你可能今天真的是很累很烦，然后甚至就是宁愿就是躲到小圈圈讲别人坏话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其实那个都还蛮不健康的。对，所以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圈子鼓励大家还是运动一下，深蹲一下，对，我们让这个我们身体多多分泌一下脑内啡，会很开心的，好不好？最后还是要逼大家深蹲，没有，我就动起来啦。对，因为说真的，在开台以前，我们主播们真的没有空去做什么奇怪的哀，好不好？有时间多哀什么之类的，我们还有好多东西要去做设定的情况下，其实那些忙碌，其实有些东西其实也很难去跟观众说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啦。对，我也很少去讲，是因为观众来其实真的就是讲干话比较重要，我也觉得我开台讲干话比较重要，因为讲干话好重要，对我而言真的他妈超重要，因为我时间也是忙到完全是被抽干的状况，我的音乐上来讲干话也不想抱怨，对，因为抱怨实在是太没效率了，我们不如讲干话很快乐。赵侯表示哭啊，有啦，我那个活霞钻也很厉害的，我知道活霞钻超赞，可以采取辅助式，用墙壁椅子协助，是马克先生，他们跟现在很强吗？游戏里面他们老了，真假的？对膝盖肌肉负担比较轻松哈，我觉得也还好，因为深蹲久了，其实你姿势正确之后，你的腿有练起来的话，其实真的还不错啦。至少我觉得对于老人家而言，比较少会去跌倒的状况下，其实是可以巩固许多有些老人家真的一摔不起的那个状况。对，但是那个其实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说今天嘛不能对。好啦，吴谦老师我很怪，我就很怪，好不好？吴谦老师在 QQ 了，那个东西是老梗。好啦，对，直播是放松，对啊，对猪猪而言，直播真的是放松。对，我本身私生活压力怎么讲？我比较说压力是还好，因为都是我爱做的事情。但是私生活是忙到完全是没时间的，时间是被抽干的啦。对，所以我更珍惜可以直播，还有跟大家就是非常冷稍微的时间，还有我们相爱相杀的回馈等等。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才有办法，就是回馈弄这么久吧，真的很不可思议哎。可是没跑过什么叶家螃蟹哦，好，那可能是我不知道的领域了。哦，时间来到4:57分，对，好，猪猪真的还是得要出门寄个东西了。来，起码咱来讲到底咧，他都要踩推荐的那胖胖的妹妹伫咧倒位咧。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潇潇的这位主播在开台，我看一下，你们要是有什么推荐的 B 鹏鹏之类的，其实猪猪这边基本上是 OK 的，就是我只要有空我就会订阅一下。是基塔吗？我们上次订阅的是基塔，是不是很可爱的这位？
没有错的话，我应该没有记错。虽然说我常觉得我金鱼脑，应该是鸡塔没错哈。好 ，OK， 然后大家希望都讲得不错。玩活侠的时候觉得，还没完善没结局。其实活侠真的很屌哎，活侠我觉得在台湾团队来讲，他真的超屌，而且前阵子不是红到日本吗？哎，真的很屌，超屌。绝对有时间去理解剧情吗？绝对没时间，这没关系，你们直接给我破梗也无所谓了。对，真的是完全没时间。对，接下来因为太多事情想做的状况下，游戏可能暂时也是抽不出时间啊，所以被破梗也无所谓啦。我上次该回锅了，直接去出来了。对，然后看一下，也是很等一下，机塔他是，他也是食材系的吗？等太久没爱了，对，那么龙香的爱都被消耗殆尽了。我只干了什么？谢谢你们大家兄弟们，对，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哦，然后我喝口水哦。好，然后没有意外的话，周表应该都已经更新上去。如果崩掉什么之类的，我如果没有更新好，再跟我讲一下。赫的神安呢，我们快先切片尾，然后明天早上猪猪重训，然后回来可能会再做一下就是那个访谈的功课。好，就是我们礼拜三有邀请到很棒的若乔过来跟我们聊聊台语，很美的台语。若乔真的讲台语好温柔哦，就是会觉得哇。台语就应该是这样，任何的语言其实都不该有高低的分别。对，台语也是可以很美的吼。然后大概是这样子，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礼拜三的访谈，以及礼拜四就是会努力跟吴昕老师学台语哦。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ジタちゃ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即将要降落到我们可爱的基塔的频道，过去打声招呼。猪猪也算初见哦，对，希望不会吓到他，对，好可爱这样。好啦，兄弟，不是明天见就是后天见哦。刚问刚霞，谢谢陪伴猪猪工作，你们队好棒。